大家有冇幻想過，當你做咗善行俾神明睇到嘅話，佢哋會有啲咩回應呢？曾經有幸得到一位無上覺先師指點一二，咁佢咧就認為人之所以行善咧，本質上其實係為咗得到回報。如果完成咗之後咩都冇嘅話，其實冇人願意去做嘅，因為咁樣係唔符合人性嘅。所以嗰啲將做善事視為初心嘅人，好容易會因為既得利益，無論佢有冇俾人利用都好，最終都會好心做壞事。咁唔通我哋唔應該做好事咩？先師就認為，其實行善嘅初心係要建基於自己當刻嘅智慧同埋能力嘅。如果兩者都可以稍為提升嘅話，可以幫助嘅人將會更多，受惠嘅人自然亦都會更加多，而且幫助嘅層次同埋方法亦都會隨住智慧同埋能力嘅增長得到大大嘅改善。咁我喺呢度都先講一個故事，再講先師嘅建議。如果你唔想錯過你應得嘅資訊，都建議你睇到最後。咁喺南北朝時期啦，有一位叫做蕭衍嘅人咧，咁佢本身咧就喺南齊做官嘅，咁啊憑住一系列嘅陰謀詭計啊、機緣巧合啊、天時地利咧，咁佢就篡位咧，建立咗南梁嘅。咁第一件事，佢就封咗上手嘅齊和帝啦，做咗巴陵王，咁再轉頭就冧咗佢啦。呢啲就基本嘢嚟噶啦。蕭衍即係之後嘅梁武帝，佢初年咧就勤於政事，識得選拔良吏啦，廣立諫言啦，制定咗一套比較完整嘅刑法良律。但係佢咧去到晚年咧，根據《資治通鑑》所講啦，就係8個字可以概括噶啦，就係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咁佢晚年導致民不聊生，其中一個最為人詬病嘅地方咧，就係迷信佛教。佢大量修建寺院，編撰佛經，亦都先後4次出家做和尚。咁除咗頭一次之外咧，另外3次咧都做咗好多大龍鳳，又要去講經啦。另外咧，仲要官方出錢咧去贖身嘅。咁啊，俾得贖金個阿媽一定唔會細噶啦。而且國家長年都需要打仗嘅，咁啊導致個國庫更加空虛啦。咁但係早年勤政晚年倦怠嘅皇帝，歷史多的是。唐玄宗、乾隆亦都係一個例子啦，梁武帝亦都係一樣。咁但係佢哋可以成為一國之君，自然唔傻唔蠢，點解仍然都要去做呢？其實可能唔係因為智慧出現問題，係心理出現問題。咁之前都講過，梁武帝個皇位得來不正噶啦，係用好多陰謀詭計篡位得翻嚟噶嘛。咁中間一定做咗好多唔見得光嘅嘢嘅，所以佢晚年篤信佛教，其實可能係一種被初心反噬嘅過程。到咗晚年，佢自己都差唔多啦，開始擔心自己嘅功過，開始有咗畏懼嘅心。呢份心情唔係對自己嘅，而係對鬼神嘅，因為佢知道自己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喺嗰個當下，佢想做啲善事，改份功德表，其實都幾合理啊。咁但係點樣唔被初心所反噬？其實必須由承擔同埋接受去開始嘅。任何人都想萬人景仰噶啦，冇人中意遺臭萬年，所以做好自己嘅本分係必須嘅。而本分又係咩呢？每個人都唔同嘅。正如梁武帝一樣啦，冇人咧係阻止佢篤信佛教嘅，但係作為一國之君，要做嘅仍然都要做好嘅。因為梁武帝雖然先後4次出家，但係佢仍然緊緊掌控住自己嘅權力，係冇將權力去下放嘅。所以當國家有問題嘅時候，佢就唔係去諗辦法解決，係做緊嗰場大龍鳳，將信仰變成自己逃避責任嘅地方，最終咪自食其果咯。咁翻嚟現代啦，而家就梗係冇皇帝啦。咁但係好多人咧都會為咗得到別人嘅稱讚咧而努力，呢一樣嘢其實好人性嘅。所以唔好違背人性，行善而不求回報，本來就係違反人性嘅行為，係孤獨嘅，係需要高度自律嘅行為哲學。稱讚代表人哋嘅認同，假裝唔在意呢一份讚賞係一種虛偽嘅行為，亦都係自欺欺人嘅。但如果你做咗好事，吃力不討好嘅話，其實心裏邊嘅正義亦都會隨住人性而產生負面嘅情緒同埋抗爭性，最終就會有機會被有心人利用。咁何謂有心人呢？舉個例子啦，有心人就係寵物嘅主人啦。佢哋明白訓練動物咧係需要獎勵機制嘅。訓練過程裏邊咧，寵物只有喺做啱咗一啲嘢嘅時候咧，先至會得到讚賞 ，Goodbye。然後咧就有零食去做獎勵嘅，而且零食咧一般咧都會俾佢哋食開嗰啲主糧啦，好食好多嘅。加上稀缺性啦，即係唔係成日有噶嘛。
所以佢哋會更加服從主人嘅命令，做更加多嘅好事去取悅主人。所以唔想俾有心人視為寵物，我哋咧就唔應該將獎勵嘅機制咧交到去別人嘅手上，要自己訓練自己，形成一套新嘅自律系統，拒絕人哋嘅情緒勒索。畢竟冇人想好心做壞事，其實做任何嘢都必然係深思熟慮過嘅，衡量過自己能力先至會去做嘅。可惜就好似無上覺先師咁講，由於你嘅初心係建基於智慧同埋能力，所以如果衰咗嘅話，你就會發覺原來高估咗自己。如果你唔係明知故犯嘅有心人，就請放過嗰個錯誤嘅自己。不過放過歸放過，檢討同埋提升智慧同埋能力咧，亦都係必須同步嘅。你唔可以埋怨，然後自以為是咁認為世俗冇呢個眼界同埋同理心去理解你嘅行為同埋善意。因為你可以沉醉喺自己嘅世界，但係冇辦法欺騙除咗你之外嘅任何人。所以無上覺先師建議大家習慣欣然接受人哋善意嘅讚美。當你做正確嘅事，累積嘅稱讚越多，你自然就唔會俾稀缺性蒙蔽咗心智，亦都唔會俾有心人所利用。當你習以為常之後，你就會發覺行善其實就好似刷牙一樣咁理所當然，自然形成咗一種無感狀態，真正做到符合人性嘅無所求嘅奉獻。